来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云林的弊案，是绿能供电的业者涉嫌来勾结着民意代表。新北市地检署约谈着云林县无党籍的议长黄凯，甲绿能的业者总共22个人。讲这个议长黄凯涉嫌利用伊的职务护航太阳能的业者来申请种电用地需要的许可。而黄凯的办公室甲徛家超出着高级车、高级手表甲现金，即摆是互检方申请收押禁见。伫无挂嘴暗伫调查局人员介护下，移送新北地检署云林县议长黄凯涉嫌甲绿能供电业者收红包，和检方声押禁见。云林县建设处的处长李俊兴嘛被列为被告，疑似是漏泄秘密，以20万块交保。新北地检署调查绿能供电的弊案，出动几百人落南云林去搜索，总共带回22个人，其中3个供电业者甲员工各以10万到20万块不等交保，另外一个限制住所。经过了解，云林县政府对绿能供电业者申请种电用地有严格规定，尤其需要取得厂址当地许可，业者才会当申请建厂。黄凯涉嫌利用职权帮助护航，检调伫个办公室大个所在，查扣2台进口的名车、名表，甲几百万的现金，涉嫌共收红包几千万块。县府昨日建设处有4位员工北上配合调查，云林县政府所有公务的推动均是依法行政秉公办理。那县府同仁在这样的原则下来处理公务，相信不会有不法情事。112年10月13日。开始辞去议长的职务。去年前云林县的议长沈宗良涉嫌绿能污洗案件了，宣布辞职。4连败议员黄凯补选做议长，想不到做议员的期间涉嫌收供电业者的好处，加上前议长后部嘛卡到绿能的弊案，这恐惊会影响到选民对云林县政府的信任。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